今仔继续来看有一项炒饭的比赛，这个北中南东4区会先分区来比出着第1名，这个第1名才阁来拼全国的总冠军。摕到总冠军者，会当甲大卖场来合作，甲炒饭做成调理包。这东区的第1名比出来了，是宜兰一间3兄弟做伙开的餐厅，因的3杯鸡炒饭摕到东部的冠军。 一般炒饭香酱到当地人真心中，原来因是有重责大任的裁判要来拍分数。双手摇拳，宜兰罗东的业者拍败军雄，以3杯鸡炒饭去得到台湾炒饭王比赛东部地区美味经典组的冠军。来到因的店内，这个3杯鸡炒饭是老主顾一定会点的。 鸡肉搁炒鸡卵，加入米酒、豆油、甲麻油的完美比例，和炒饭色香味交织全。客人就会觉得说，如果把3杯鸡这个口味做成炒饭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好吃？我们就试着去研发看看。想不到一起天下第一，同款得奖的还有伊。土鸡卵、肥乌卵、龙虾甲鸡母收因果是山珍海味必备武器，还有这项土肉桂粉。 土肉桂其实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卡布奇诺上面的那一层肉桂粉。这出龙虾卡布奇诺炒饭真正掠到评审的胃，甲地上向龙虾拢入选创意调流组，下来搁来进行全国各区决赛。上尾赢的人有机会做成调理包上市，和民众拢会使享受到炒饭王的手艺。